继续要来讲七头米啊，是每一个人囡仔时代的回忆。伊伫人类的社会有重要的娱乐的功能，嘛伫儿童社会化的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20世纪是七头米啊发展的黄金年代，大量生产，互七头米啊普及，但是嘛造成使用的时间缩短，形成搁较侪浪费。讲大约有9成七头米啊，拢是塑胶做的，平均敢若算6个月就断掉，对环境造成真大负担。国内一年七头米啊回收量超过4万公斤，体检后袂当阁使用的，就拆掉分类再制回收；会当使用的，就阁修理你的，送予需要的机构甲团体。这原本要断掉七头米啊，安怎透过七头米啊医生的骹手延续着新生命？做回来看。家里的玩具几乎孩子吵想要就会买，那买变成家里的玩具是溢出的。112年的时候，回收量就来到50公吨这么多。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办法补起来。大家想到回收，想要2手，就比较负面了。可是我们要的是，你再玩3手、4手、5手，你只要可以把它欢乐延续下去。看目标向前冲，七头米的魅力，因阿树上拢无抵抗着。这么厉害，阿周。好，阿周，阿周，可以这样子玩哦，这么厉害！又个拍，又个讲，又个打，七头米啊，价值有真侪算的功能。下力，这样。对，把它拔开，对，试试看，把它拼起来。如果有发现孩子有一些不适当的一些，譬如说扭转呐，还是什么，会让这个玩具受到伤害或者损坏，我们就跟他说哦，不行哦，这个不是这样玩，然后再带孩子做示范正确的动作。就像树雕咧教，七头米啊嘛是难免会算到害受伤，或者是阶段性任务完成，到该退场时阵，因的重点并不是笨手行。哇，跟他拜拜，说我长大了，不玩了，进去，再一个，拜拜，祝你找到好的主人哦，好。我们会先初步筛选，看它是好坏。伫咧新北市邦桥七头米啊金行是台湾七头米啊图书馆协会，回收量排上头前的5、6站，平均6个月拢超过4吨。就是轨道车，但因为它已经不完整，其实我们不是每一个玩具都看过，所以其实它能不能组得起来，我们不确定。像这种绒毛脏得要命的这种，我们就只能丢掉。也有一半的民众目前都还是长这样，就是觉得好像，就是好心要来做捐赠的动作，可是来通常都是这样散的，我们都没办法做处理，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困扰。工作人员先态度不完整，可以调变可能保安下，嘛是 NG 的品项。协会合作企业公图和课程完整回来，一箱一箱的七头米啊，就亲像大型的蒙阿爸。扮家家酒更小，零件比较小，像这种一般都会散在外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它的零件，这都很 OK。然后小车归小车，这是很 OK 的，这就是比我们俗称的模范生。对，然后就完整的一盒一盒，连原盒都来，这样就很优秀。我就要麻烦你整理。箱我拆开了后，塑胶七头米啊，内底洗涤车随风包几那底。它里面还有吗？因为它这个品质就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塑化剂比较重。
就亲像品管人员在志工拢真厉害，叫一个就这样好歹。回收转来这道面啊，别当照单全收，检出好的经气爽的属性，分出高大蕊整体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里面有锁，那锁也在。那钥匙在吗？在。就亲像回收箱上重要的锁匙，一定爱护。哎，可以。所以我们就会这样试。成功这道米要确定会当发出声音，才当退去，搁找到后一位主人。这边都是，整个架上下面都是完整的，就是我们经过整理然后上架的。我们进来的二手玩具啊，有一部分是完好的，我们只要经过一些基本的检测啊，清洁干净，确保它下一个这个人得到的时候是干净而且完好的，然后经过分类就可以去到适龄适性的一个地方。完整的这道米啊，会当回关予消防团体共同点检。另外品质无好、欠零件，就有机会搁延续性命。这里是我们初筛过后的一栏玩具，有些玩具呢可以再回收利用，有些玩具呢就真的要丢弃了。但具体哪些玩具可以留，哪些玩具得丢弃呢？就要靠志工姐姐的巧手来分辨喽。姐姐，我们哪些可以丢，哪些可以留？哦，我们现在把它这个螺丝都拆掉，这个就可以留。像这个紫色的，这个是纯塑胶就可以留了。我们这螺丝就可以留下来，也可以再利用。哎，好，把它拆下来，这个就可以利用了。挑开是这套米啊回收关键的一个手续，电池单片、或声喇叭、电路棒，这重要器官，若是功能正常，得当被依时利用。走。60岁马爸掀开高度度一套诊疗单，今仔日医生分析受惠医生，患者是7号米啊。哇，这个看起来接点就有问题。拿出秘密武器，橡皮擦。马爸手术技师对互人目睭睇甲真轻，点头休息机无度发出声音，医生爱找出病因。找到第一个生病的地方，线断的，线被锈断，这个已经锈掉了，这个不要了。啊，这个是别台拆下来洗还可以用的，那我们就把它换上去。头前跳落来电池单片成功锁到游戏机，不过后来发现连接的电线冇问题。我们就会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电话线，因为电话线的铜比较好，所以拿它来补修。就这样剪啊，就这样剪啊，就顾了裂啊。哦，童心未泯啊，小时候玩不够啊，老来玩来凑了。像我很喜欢看那些机械结构，所以很简单的发条的，有些我们就看到哇，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好玩的结构。然后有些电子的，好，我们就可以东凑西凑，啊，像诸如此类，就觉得啊，简直是一个天堂，无限的宝库，好神奇哦！就不把换一张图卡，换一张图卡，是好的玩具，都不会放弃。过去伫咧做资讯科技产业的马爸退休了后，正做领队医生。6年来，因苗手回春，至少修理正清健7套米啊。其实我修过一个老太太的玩具，然后她拿了一个洋娃娃，不是洋娃娃 ，Teddy Bear， 泰迪熊。可是那只泰迪熊会动，问题那个年代没有电池，她拿来修还不好意思，修好以后你看到她虽然很老了，可是她那个脸收到她那个摸到她那个泰迪熊的那个瞬间，她是回到小孩子，所以我们看到以后，哎呦。原来这些东西可以让他马上回到他们曾经过的年代。那这个东西你说用钱买不到了啦。好，我来看，不是那个原因，是这个找到了，做断了。
每一个进厂修理的铁头片仔状况拢无同款，不过妈爸拢会想尽办法找出生机。前进后退，好，可以出院了。这些老玩具里面，像我们都有时代的感情。好，不同的时代有一些跟你之间有很大的交集，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不是说愁眉苦脸啊，因为你跟他有过去的那个情感在，所以我们大概在修的过程里面，事实上是恢复自己美好的时光啊。妈宝经过修理电子类成功铁头片仔，那另外一位铁头片仔医生王水雄，真可是创意发想。扯铃的棍子在这里，我找到了。垫片在这里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回收二手玩具，那我们希望的是从二手的东西去把它取出来，再做一个创作，不用再去买新的材料做成一个玩具或者教具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。准备好材料，我们一个光碟片，哦，还有2个垫片，我们剪成，把它剪起来。外地 DVD 光碟连电池短片，成功喇叭内底吸收，和细支棍仔斗做伙，训练手和目睭协调的铁头片仔就做好势。连住，把它拉上来，之后找到柱子的点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我应该是我想要做什么，我再去发想我需要哪些，从我们的物流那边的架上我们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得到，因为我们回收太多不同的不同的种类，应该都可以找得到。62岁王水雄是退休成衣厂的头家，伊甲过去裁缝修补补的概念应用伫咧创作铁头片顶。球要玩的球放在中间，红色、黄色。这个球就是我们回收最大量的一个，就是球池，一个塑胶球，因为这种太软了也不能做再制啊。跑到不同的位置去，这样子。我们把我们做的教具拿出去啊，有一位小朋友说：“哎，我怎么隔天又看到你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想要来玩这个玩具。这个对我来讲，我把这个玩具给做完成之后，可以让孩子的玩乐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喜欢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有成就感。”王水雄参考日本一地铁头片，用手工 DIY 绘不离乡，若免成本，嘛得到真侪人给赞赏。我从小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比较多，所以说我觉得，我再去做一些可以包括做教具或是玩具之类的，可以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。因为我看到很多玩具，我就很兴奋。那我的童心就来了。大家想到回收，想到二手，就比较负面了。可是我们要的是要把那个欢乐再创，延续那个欢乐。你再玩3手、4手、5手，你只要可以把那个欢乐延续下去。医生的伸手巧术，和铁头片仔修复得到欣赏。大人囡仔，让人订回购囡仔时的美好日子。